秋功過，問誰決定？地球大神秘再次嚟到馬來西亞，走遍東部嘅婆羅洲，以及西部嘅馬來半島，同大家探索呢度嘅各種大神秘。攝製隊馬不停蹄，一到埗就立即出發去到第一站霹靂州嘅首府怡保。怡保呢個名源自當地嘅盛產，號稱係世界最毒植物嘅怡保樹。當地原住民會用嚟做毒箭，由於劇毒無比，因此又稱為見血封喉樹。而今次我哋要揾嘅係比怡保樹更加神奇嘅樹木，佢擁有極高嘅藥用價值，甚至可能係世界上唯一可以食得嘅樹木。歡迎收睇《地球大神秘》，我係鄭子誠。Hello， 大家好，我係嚟自馬來西亞嘅 Karen 龔柯允。馬來西亞咁人傑地靈，先培養出咁多才多藝嘅 Karen。為你呢位馬來西亞嘅地膽咧，可唔可以同我哋拆解一下馬來西亞鮮為人知嘅神秘事件？唔敢當，唔敢當，多謝子誠哥嘅稱讚先。其實我家鄉馬來西亞真係好靚㗎，仲擁有獨一無二嘅美麗。除咗我哋見到好宏偉嘅地標雙子塔之外，仲有非常之壯觀嘅大自然環境，所以孕育咗好多全世界獨有嘅奇特物種，好值得去探索㗎。喺一望無際嘅熱帶森林裏面咧，神秘莫測，蘊藏無數不可思議嘅事物，就好似有一種神奇嘅樹木，佢價值連城，周身都係寶，而且仲食得添，實在超乎想象。根據研究咧，仲可以幫助身體健康添。呢一種食得嘅樹咧，結構非常之特別，蘊藏奇妙嘅奧秘，帶出生存嘅智慧，係創造主賜俾我哋人類珍貴嘅禮物㗎。喺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北面嘅怡保，係馬來西亞第4大城市。因為四周俾石灰岩山丘包圍住，所以有山城之稱。喺咁靚嘅大自然環境中，就有一種瑞香科植物之中最神秘而且珍貴嘅樹木。呢種樹木就被稱為4大名香之首嘅沉香。沉香從古代開始就已經喺人類歷史上面佔有非常崇高嘅地位。喺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等主要宗教都被視為可以溝通天地嘅聖物。根據專家考究，香港亦係因為香料貿易而得名，其中一種香料可能就係沉香。沉香相當古怪，就係佢本來係嚟自病態分泌嘅物質，竟然具備非常卓越嘅醫療功效，有超過2000年藥用歷史。因此咧，亦有1兩沉香1兩金嘅講法。早於唐宋時期嘅文獻記載，沉香係一種價值極高嘅產品，佢至少可以發出12種香氣，係由73種香氣成分組合而成，而且穿透力同留香時間長度都係其他香料冇辦法媲美。高品質嘅沉香係需要幾十年，甚至超過100年嘅累積先至可以形成。而喺沉香之中，亦可以提取出烏木油，係高端香水關鍵成分，價格高達每公斤30萬港元，被稱為液體黃金。而且形成過程絕對意想不到，可以話係天地萬物之間嘅神秘生產線。文輝啊，今日我嚟到沉香山茶園咧，呢個地方裏邊嘅東西非常之特別嘅，我哋好值得咧嚟呢度拍攝㗎喎。嗱，沉香係一種非常之古怪、稀有同埋咧好珍貴嘅樹木嚟嘅，特別喺呢度嘅沉香咧，其實佢係同其他地方唔同嘅，因為其他地方可能用沉香嚟做工藝品啊嗰啲，但呢一度咧佢仲有食用嘅價值嘅，食得落肚嘅，所以非常之珍貴。大家會見到咧後邊嗰道門咧係起到好似城堡城牆咁樣樣咧，係預防啲賊人入去偷嘢㗎。好啦，我哋入去啦。喺佔地300畝，等於226個標準足球場咁大嘅沉香山茶園，目前種咗超過20萬棵沉香樹。由於沉香價值相當高，所以曾經有唔少人嘗試喺呢度偷斬沉香樹。非
地球大神秘嚟到沉香嘅樹林，呢度全部都係寶藏嚟㗎。點止寶藏啊！呢度仲有好多奧秘。咁我哋今次一定要揾馬來西亞嘅地膽陳漢祖博士同我哋一齊去研究。係，Fiona、文輝，你哋好。你好，想同你哋解釋下呢個沉香樹林咧，有好多奧秘嘅。其中一個奧秘咧，就係你雖然喺呢一個樹林咁耐，你有冇發覺啊？係冇蚊針你嘅喎。你會睇到蝴蝶啦，好多昆蟲喺當中，但係冇蚊嘅喎。點解會冇蚊嘅？係啦，第二個奧秘咧，嗱，我哋喺度身處咁耐咧，都聞唔到有沉香嘅香味㗎，係要經過一個程序先聞到佢嘅香氣嘅喎。呢個程序講起上嚟就非常之特別，因為咧喺人裏邊去睇咧，好似佢係唔係幾好嘅嘢嚟嘅，可能會有受傷啊嗰啲嘅破壞啊咁。但係最後咧，因為咁佢而產生咗一種香味出嚟。沉香木被稱為神賜之木，原因在於佢係耶和華栽種，佢又稱為烏德木，曾經喺聖經之中被提及。根據聖經記載，沉香被用嚟為衣服、床鋪增添香氣。而喺耶穌被釘十字架之後，佢嘅身體亦塗抹咗沉香。因此，沉香長期以嚟都受到基督教派重視。喺早期教會儀式之中，就有新郎同新娘喺婚禮種植沉香樹嘅習俗。而一般信徒亦會喺祝福、祈禱同葬禮之中使用沉香。沉香形成係一個神秘而漫長嘅過程，佢唔係一種普通木材，而係喺特定條件下沉香樹自我保護機制所產生嘅特殊樹枝凝結物。正正係呢種被設定嘅機制，與大自然共建咗一條長達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嘅沉香生產線。呢條生產線嘅開端就係要沉香樹先受到雷擊、風折、蟲害或者人為傷害之類嘅外力而出現傷口，然後就會有樹枝分泌出嚟修復傷口。但係如果傷口咁啱又受到真菌感染，愈合過程就會受到阻礙，所以樹枝唯有不斷分泌，並且同木質組織結合。如是者要經過幾十年甚至過百年長時間嘅累積同氧化，呢啲樹枝先會逐漸凝結，最終形成富含油脂而且香氣獨特嘅沉香。唔同嘅沉香樹種、生長環境、傷口類型以及感染真菌種類，絕對會影響沉香香氣同埋油脂含量。正因為咁，唔同地區嘅沉香香氣都會有差異。世界上有唔同種類嘅香味，既然沉香被稱為木中鑽石，亦都引證咗佢並唔能夠用人手製造到出嚟。而沉香嘅出現亦絕非巧合，更加絕冇可能由進化而成嘅，除非係源自創造主奇妙設計出一條非常精準嘅香味生產線。沉香絕對係大自然界中嘅非自然香味奇蹟。沉香樹係冇沉香嘅，冇香嘅。佢嘅沉香喺入邊噶嘛，係包住噶嘛。嗱，呢一嚿木，呢白色嘅係木嚟嘛，普通木。當佢挑咗佢，佢就入邊嗰啲淨係沉香咯。呢個黑色嘅就係沉香咯，係啦。咁正話你話俾我聽，呢啲係咩油啊？哦，呢沉香油咯。呢白色嘅挑咗咪呢變佢咯。哦，就呢啲咁樣樣出咗嚟先至有嗰陣香味。哦，呢一種沉香樹好似我哋人咁嘅喎，即係你要經歷咗一啲苦難，生命嘅香氣先會散發出嚟嘅喎。啊，要破碎嘅喎。因為佢一年淨長1毫米，你睇呢度咁樣啲啲咁樣咧，就係1年幾噶啦。所以要有普通咁樣一個厚度咧，佢係要好多年噶，同埋去到一個密度咧，佢會去到可以沉水嘅階段咧，係上幾十年噶可能，所以咁珍貴咯。由於沉香樹枝嘅油脂含量高，密度大過水，可以沉喺水入邊，因此稱為沉香。當身體有一啲如果因為感染到唔同嘅外邪啦，身體嘅氣血唔流通情況之下咧，對於一啲咧需要走喘啦，或者需要呢一啲咧行氣導滯嚟講咧，係比較好嘅一個角度，或者令啲脾胃道嘅不適嘅情況咧，用沉香都一定嘅幫助。
而沉香山茶園嘅沉香同其他沉香最大嘅分別係喺呢一度嘅沉香竟然可以用嚟製作各種具食療效果嘅食物。而家喺我哋面前呢一啲咧，全部都係加咗沉香嘅喎。嗱，有窩夫嘅雪糕啦，亦都有漢堡包嘅雪糕啦，有咖啡啦，有茶啦。呢個係雪糕漢堡包。未試過一種咁樣嘅雪糕味，即係我覺得好特別。佢係好清新嘅，有少少又係有嗰啲回甘嘅味道。呢啲窩夫咧係加咗沉香落去咧，食落去口感咧係唔一樣。嗱，其實拍攝咧，大家都知道我哋需時㗎啦。但係等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其實佢個脆感仍然有，加埋個雪糕溶咗喺個口度咧，嗰種 Q 彈咧其實係好滋味嘅，特別煙韌，想咬多幾口嘅。咁我就試下個咖啡啦。呢一啲嘅沉香粉咧係好有益嘅。沉香茶粉咧擺落去任何食物裏邊咧，都能夠令到食物嘅鮮味咧好明顯咁樣出現。咁啊，亦都令到咧佢嘅味道會提升嘅。咁我而家咧就可以等多啲落去，咖啡味咧係特別強，非常好味。喺呢度嘅沉香樹背後，竟然仲有一個難以想像嘅故事。下一集《地球大神秘》再同大家揭秘。千秋共